下個星期有9隻新股一齊招股，咁多咁亂點算好呢？鼎泰高科同埋樂石機械人都係屬於機械人嘅相關概念，兩隻都喺6號就招股截止，9號咧就正式上市啦。鼎泰高科作為全球最大嘅 PCB 轉針供應商，有盛雲科技同埋建滔集團作為基石投資者，舊年營收突破20億，毛利率高達40%。不過一手入場費就38,383個億啦。今次上市接近70%嘅款項呢，都會用嚟推動國內外嘅產能佈局，用嚟拓展全球嘅業務。而另一隻樂石機械人呢，就主攻工業機械人同埋協作機械人，毛利率由11%衝到上去21%。不過呢，就仲未賺錢啦，舊年虧損大約1.79億人民幣。雖然佢喺國內嘅工業機械人市場排第6，不過呢，市場份額其實細過1%嘅啫。呢兩隻股大家又點樣睇呢？定係一於抽晒佢呢？彈到 ACAT 加入我嘅群組，繼續同我討論啦！